講到呢個平價團咧，好多人第一反應咧就會係哇咁平得唔得㗎？嗱，但其實咧平價團最大嘅問題咧就未必係平嘅喎，而係咧你去完之後啊，覺得成個人仲好辛苦，心裏面諗一句唉，早知就唔去啦。嗱，而今集咧就同你講下平價團啦，最常見嘅3個問題，等你以後揀團咧唔使靠撞彩啊！大家好，又係我阿勁啊！嗱，歡迎嚟到勁嘆世界呢期咧，又係5分鐘旅遊真心話時間。我哋呢期咧就唔講虛嘅，直接咧用幾分鐘時間幫你快速揀到啱自己嘅旅行。嗱，先講清楚啦，平價團咧就唔代表一定係差嘅喎。問題咧就唔係平，問題係有冇將成本壓到你影響嗰個體驗。如果一個團平得合理，但行程順、節奏舒服、食住安排過得去呢，咁其實一樣都係幾抵玩嘅。但如果平到最後啊，變成係咁講景點，住得又麻麻地，食得仲急，連休息時間都冇，咁你就算啊團費幾咁平都好，平到貼地啊，你體驗啊都未必抵啦，係咪先？嗱，第一個常見問題咧就係車程太長，有啲平價團咧表面上係好抵啊，但其實大部分時間咧都係花咗喺交通上邊。你以為自己去玩咗2日，但實際咧可能係坐車等集合再坐車。咁啊，尤其香港客人平時生活就已經夠晒攰噶啦，如果去旅行仲要坐到腰酸骨痛啊，咁你嗰個放鬆感就輸蝕咗一半噶咯噃。所以咧睇平價團咧，記得唔好淨係睇價錢。要問下自己，嗱，去到之後咧，自己有幾多時間去玩同埋休息啊？而第2個問題咧，就係酒店同埋食嘅方面啦。嗱，有啲團咧一壓價，最容易咧就壓嘅係食同埋住嘅方面，但偏偏啊香港人最在意嘅就係去到用得好好休息同埋食得夠唔夠開心啊嘛。嗱，尤其咧短線團啊，如果咧酒店太過普通，房間又細或者體驗就唔夠舒服嘅話，咁會覺得自己根本唔係去旅行，而係去咗轉行程嘅啫。嗱，所以咧食嘅方面咧，如果係太求其，成團滿意度直接大跌啊！去到第3個問題啦，就係節奏過密。嗱，有啲平價團咧，為咗令你覺得好似去咗好多地方喎，咁啊塞好多個景點，但問題係你每個地方都係快行快影快走嘅，咁啊最後成個人咧都冇放鬆過，景點又記唔住，所以依家啲香港客越嚟越精明、越醒目啦，寧願咧少1-2個景點，都想成個行程就舒服啲、有質感，因為咧旅行唔係鬥數量，而係重感受啊嘛。嗱，所以咧到最後點樣分辨一條平價係抵玩定係服呢？我自己咧就會睇4樣嘢嘅。第一就係交通夠唔夠順，第2咧就係酒店夠唔夠好，第3咧就係食飯安排得會唔會太趕，第4樣就係行程咧係唔係以舒服為主，定係以睇落好多嘢為主。如果呢4樣都過關，咁其實平價團一樣都係幾吸引嘅。嗱，最後一句講晒啦，平價團就唔係唔報得。但你唔可以咧，淨係睇個價錢，最緊要係咧，你去完之後啊，覺得係抵玩嘅，定係覺得自己係捱咗2日先？嗱，如果咧你想知我下一集專門講下帶長者去旅行最應該係睇乜嘢，就記得關注我咯。另外你自己揀緊團嘅話，又想知邊類平價先係偏舒服型嘅話，咁就留言你想去邊，我幫你分析啊。